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洞悉市場規律。我哋先望個1小時圖先。上個禮拜開市之後啦，由呢一個上行震盪演變做一個橫行區間。喺禮拜二嘅尾盤時段啦，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動能，直接彈咗向上。之前有講過啦，即使價格翻上嚟呢一個跌段嘅高位，甚至乎篤穿少少嘅話呢，都要留意下，睇下會唔會有啲下跌嘅嘢做嘅，因為曾經出現過一個比較明顯嘅下跌動能，價格翻上去高位嘅時候呢，即使可能篤穿少少啦，佢都隨時可能會反彈向下，演變成一個上行震盪。而且你開個4小時圖或者日圖望呢，佢即使穿咗呢個頂呢，其實望翻左邊呢度亦都係一個好明顯嘅前底嚟嘅。而且價格呢，亦都係呢一個日圖或者4小時圖級別嘅跌段啦嘅0.618。所以呢啲位咧，其實正常就應該係開個細圖，留意下有冇反彈嘅嘢向下試。但係咧回調翻落嚟之後咧，亦都俾呢一個升段嘅618呢個位頂住 block 住咗，出現咗一個較細嘅震盪範圍啦。呢一個升段0.618，亦都啱好係呢一個橫行嘅頂部，係啦。呢一個其實係一個明顯嘅支持位。呢一個位呢，而家咁樣彈到又冇穿嘅話啦，其實而家呢一刻我會傾向係睇價格夾咗喺4840至到4700呢一個範圍呢，就未有一個明顯嘅方向嘅，因為個頂嘅阻力又未穿，個底呢個升段近期升段嘅關鍵位又冇跌穿，所以價格係夾咗呢一個範圍。關鍵位置喺4700啦，睇下下個禮拜。若果開市之後呢，佢係先回翻落嚟之後，喺呢啲位又做一啲洗倉嘅行為嘅話啦，會積極留意下，睇下有冇啲向上嘅機會試啦。因為首先呢個升段喺呢一個位彈到嘅話啦，佢首先冇回調過深啦，而且佢有機會將呢一紮訂單，因為你見到呢度有個橫行啦，下邊呢度有幾個底，可能已經有累積咗一紮訂單喺度嘅。若果可能嚟到呢度突然間急跌急升，洗一洗呢一個位嘅話呢，可能往後向上延續呢個升段嘅機會就變得較大。就算佢唔係延續呢個升段啦，佢嚟到呢一個已經出咗嘅一個上行震盪，比較大嘅上行震盪嘅底部啊，呢度見到有兩頂兩底。嚟到呢一個底部呢，亦都係一個明顯嘅支持位嚟嘅。喺呢啲位反彈向上嘅話呢，你咪先當個震盪做住先咯。可能你先望翻，你當佢會做一個橫行，價格嚟翻呢啲位，咪做一個倉位管理咯。係啦，穿咗呢個位，再下一格穿埋嘅，睇上震盪頂，一路咁樣睇上去。但係佢回調嚟呢啲位嘅話呢，因為佢嗰個位置係較低，所以嗰個潛在嘅回報呢就較大嘅。另一個向上睇嘅情況啦，就係下個禮拜開市之後啦，先升穿呢一個前頂，然之後回翻落嚟呢啲支持位，再用細圖睇下有冇機會。但係喺呢啲位反彈嘅話呢，當然就一定冇呢個位反彈咁正㗎啦，因為呢一個位個潛在回報係明顯大好多嘅。如果下個禮拜價格升穿咗個前頂，回翻落嚟呢度細圖等機會反彈呢，你嘅潛在回報就可能係呢啲位咯。所以就一定係喺呢度彈就會着數啲。另外啦，若果係睇跌嘅話啦，首先呢係要呢個關鍵位啦，4700明顯有力跌穿，連同呢一個上行震盪嘅範圍，明顯係有力跌穿之後呢，回翻上嚟個動能唔勁，先至再喺細圖睇下有冇啲反彈向下嘅事。但係即使係做咗一個咁嘅情況啦，喺呢度出現動能反彈向下的話呢，你首先望呢都係望呢一格嘅啫，去到4600呢個位。因為好多時上行震盪穿咗呢，佢唔一定就大陰燭咁冚冚聲咁飛落去嘅，好多時佢會先變個橫行先嘅。所以喺呢啲位呢，係第一關，呢個位都穿埋呢，先至再望下一關呢一個4380呢啲位。同埋呢一個
嘅呢一個小時圖嘅升段嘅結構啦，呢個4600呢個位啦。如果呢個位穿埋嘅話咧，你就可以睇做呢個跌段要延續向下嘅機會變得較大，因為最後呢一個跌段，呢一個向上係一個回調啦，最後向上呢一個發力嘅升段，即係呢一節嘅結構4600呢個位都穿埋嘅話咧，咁啊可以諗呢個跌段延續向下嘅機會就變得較大。咁但係首先你要跌穿呢一個位先，呢一個嘅結構係呢個跌段要延續嘅一個關鍵位置，就唔係呢一度。4700呢個位穿咗呢，你只可以先諗呢一個升段向上延續失敗咗啦，要變翻做震盪。咁所以呢，價格係先望呢一個位，但係如果4600呢個位都有力穿埋嘅話呢，咁啊可以望翻大少少嘅圖，咁啊有機會呢一個跌段呢，就可能要延續，咁啊有機會飛得更加低，或者去翻呢一個大型嘅下跌震盪、下行震盪嘅底部先。咁但係呢個後話啦，咁你入咗市先諗啦呢啲。係啦，咁重複一次啦。咁如果向上睇嘅話呢，下個禮拜會先留意呢一個4700關鍵位置，睇下會唔會出洗倉嘅行為啦，或者開市之後先向上行，升穿咗，回翻落嚟呢啲支持位，細圖睇下有冇機會，即係分鐘圖、1分鐘圖、5分鐘圖。如果向下的話呢，咁就要等有明顯嘅動能跌穿呢一個4700同埋呢一個上行震盪嘅範圍，回翻上嚟嘅動能唔勁，即係冇大陽燭啦。咁啊喺翻呢一個4700阻力變支持，唔係支持變阻力。咁啊喺翻呢一個位睇下有冇向下反彈嘅機會。有的話呢，先望4600先，就唔好直接入到市就直接睇穿呢一個位拉到落嚟呢度，太遠啦。先望呢個位，因為即使呢個位穿咗，你都只係可以諗呢個升段延續失敗，變成一個震盪先。所以第一關係先望4600嘅。咁啊，望上個禮拜睇下冇啲明顯嘅機會啦。咁啊，上個禮拜開市嘅時候啦，禮拜一，咁啊望個1分鐘圖先。咁啊，之前講過啦，就係收市即係前一個禮拜啦，4月2號禮拜四出現嗰段動能之後，618前頂呢啲位，先留意下分鐘圖有冇機會。就算跌穿咗呢個位，嚟到呢一個上行震盪底部呢，都睇下有冇機會，因為佢呢度升到就較大機會延續呢一個升段啦。但係就算升唔到落到嚟嘅話呢，你都可以當一個上行震盪底部做住先嘅，咁啊可能去翻前頂啊，或者上行震盪頂啊呢啲位置。咁啊喺禮拜一開市之後9點零啦，你會見到呢度明顯有段動能嚟到呢度啦。有段動能升穿結構，咁啊喺大約618範圍呢度有一個明顯嘅雙頂，你會見到價格跌到落嚟，最後咧呢度曾經係發力特登向下打完之後，跟住即刻馬上發力抽翻上去，兼且升翻穿一個下跌結構。咁啊618範圍又係前頂呢啲位啦，咁啊直接喺呢啲位掛盤，咁啊先當一個震盪做住先。咁所以簡單講就係個目標唔好望咁遠，就唔好一下抽上嚟啲位，即係唔好諗住嚟到呢度先至止賺，或者可能嚟到呢度先至止賺，可能嚟到一啲明顯嘅阻力位或者前頂呢啲位呢，其實就要做倉位管理㗎啦。係啦，否則嘅話呢，可能隨時呢一下轟落嚟呢，就直接打你個報盤，咁啊白做。咁啊，第二個比較明顯啲嘅機會啦，咁啊喺
先睇個15分鐘圖先。咁啊，15分鐘圖咧會睇到禮拜四呢度做咗個橫行啦，跟住咧呢度係出現咗一支明顯嘅大陽燭，突破咗呢一個橫行嘅範圍嘅。咁呢啲突破嘅範圍咧，其實係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支持位。咁價格再次翻嚟呢度嘅時候咧，其實就可以喺細圖睇下會唔會有啲反彈向上嘅嘢試下嘅。咁而且佢本身呢一度到咗4840之後啦，佢落嚟嘅嗰段動能咧，相對地明顯，即係你用1小時圖你會見到噶啦。隔離呢度就一支大陽燭衝上去嘅，呢度就咁樣窒住落咧，明顯就冇升段咁犀利。咁而且喺呢一個升段嘅618關鍵位做完咗一個震盪，震盪完之後咧，係呢一度咧，亦都有一段動能升穿咗個下跌結構。咁之後咧，你會傾向喺呢啲位等睇下有冇升嘅嘢向上做嘅，因為如果呢啲位彈到向上嘅話咧，佢有機會延續呢個升段啦，破埋頂，繼續再挑戰翻4840呢啲位。咁所以呢啲位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大位啦，叫做。咁價格翻嚟呢個小時圖或者15分鐘圖嘅支持位啦，咁你又開翻個1分鐘或者5分鐘圖睇下會唔會有啲反彈向上嘅動能啦。咁呢度咧亦都明顯做咗一個反彈向上嘅動能啦，破咗個下跌結構。咁而且咧，你見到前面咧曾經出現咗一個雙底，跟住出現一段動能，特登打穿呢個雙底之後，馬上又抽翻上嚟，即係成日所講嘅洗倉啦。咁跟住咧，呢一個位咧又係 exactly 係0.618啦。你見到啱好掂到0.618彈上去嘅，咁但係就唔係因為0.618嘅，因為呢度係有一個支持位置，而且亦都係一個特登發力向下打落去嘅一個發力位啦。咁如果要掛盤嘅話，就掛喺呢啲範圍，咁啊試下睇下可唔可以延續到呢一個升段嘅。咁啊，最後就呢度升下，突然間爆支大陽燭嘅話咧，其實短炒嚟講咧，其實就要撇㗎啦。因為通常呢啲咁樣升下，突然間爆大陽燭嘅話咧，有機會咧係一個終結段，即係一段趨勢嘅終結。咁啊，通常一段趨勢嘅終結咧，就好多時突然間發力嘅。嗱，好似呢一個位，呢度一路跌到最後咧，突然間發力抽落嚟，跟住又即刻大力抽翻上去，破翻個下跌結構。咁呢啲機會就可以即係睇向上咯，揾位入。咁啊，通常都係0.618或者一啲明顯嘅支持位去試嘅。咁啊，通常我試咧就係都係接近0.618呢一個位先至去掛盤。點解咧？因為之前其實都講過啦，因為最後若果你經常都係咁樣做嘅話咧，個賠率會較好。若果你成日回調少少就走去入市嘅話咧，長遠嚟計咧，你嗰個賠率就冇咁靚嘅。咁因為你就算比較高回調位入市，但係你嘅止蝕咧，其實你都要一個合理嘅範圍，因為你要預佢有機會演變成一個上行震盪，所以你個止蝕位置咧，你不能夠太高嘅。即係例如，如果你可能喺呢一個頂就入市嘅話，你如果咁樣拉止蝕嘅話咧，咁啊賴嘢㗎啦，俾佢打完之後，跟住就行你個方向咯。所以一般止蝕嚟講咧，最好係一個明顯升段嘅一個較低嘅位置。係啦，咁你就有機會避免到佢行上行震盪嘅話咧，就打你嘅止蝕之後再到你嘅 TP，即係嗰個止賺。咁所以一般咧，我出手嘅話咧，都係傾向去翻大約0.618呢啲範圍，而有一個明顯嘅支持位咧，先喺呢度掛盤嘅。咁啊，今個禮拜黃金嘅分析就係咁多啦。咁若果覺得幫到手嘅話咧，咁啊麻煩留言、like 或者訂閱我嘅頻道啦。因為你哋嘅支持係我繼續拍片嘅最大動力嚟嘅。咁啊，多謝晒各位，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